你妈这培训费怎么还不到账啊？几个意思啊？多久了？有几个舞蹈我必须得培训一下子了，尤其战舞，要不我现在给你跳一个。别，来，你先喝点无红汤，补充一下气血。以你现在的名气，根本就不需要培训了。你现在都是21万粉丝的大舞王，还哪个老师教得了你？你这话算说对了，我跟你说，以我现在的实力，往低点说，我是不是到达了巅峰？那费用是我省下来的吧，理应归我。多久了？你家办事效率太低，心里没点数吗？知不知道自己错了？我错了。新学个舞蹈，来，你看一下子，看看，没点数治不了你，走。闖不了個人這舊愛，天清晰愛煙。